你送他十分我要你这两家头狼狈为奸，可想我用家当然，我用拿来100万还余100万嘛，喊不让他一道去弄来。咁那去弄发现十分我个水调子不真个辣，实际呀，干脆弄啥我用拉得子，弄啥子我用，拿里高些记得来，好好叫代理3个月，3个月当中呢。得里清点家当，3个月辰光差不多噻。家当清理完毕，那么接下来嘛，我来清理吃醉，我办理吃醉，鸳鸯醉我拿出来嘛，也啥里拉倒。实际200万家当全部到那个袋袋里。咁你送当然恶心了，咁你送还要帮10分我一家用不着，你送他10分我关于外头人不清爽。里多两家头心里明白，10分我打你送表面上鸡鸭鸡儿子，实际上10分我是你送的土鱼饼儿子。你送过去做生意外头聊到商品10分我个娘找引你个，到原来你送发起来要哪里接得来嘛？10分我来吃，为啥你个娘死特着？屋里家当不里扒光嘛？请你送帮忙收留，所以人我来做鸡儿子，表面上鸡儿子关于飞扬的。你送对10分我非常信任，10分我对你送彻底忠心。那么你送啊，那个死了10分我手里，为啥有句老话，多言不义必死必？你送自家也差不多的，是要差不多。今朝是什么一回事？你送肯定要死，你不死，我心不死啊！对，一下一个实地来着。刚3点龙凤过桥，金江中向新比赛下文武过有余官日，赛后反赛，文东府西两相赛里么怕，余人中松绑大出，啥题来复制，毕恭毕敬。圣见万岁，万岁！家人一口与人中出败，可见李谁考啊！一儿说你打是进公路的事体，统统当我讲清爽在。与人中该让儿子复生的很好，而且在一儿的百分之，那位说我老长辈了还有吧？出去这个协议。元谦并身，西法岁出败于后起罪。山东丽人系一爱，非神先来复之。好，元谦，此爱寡人已见明白，配得胜。好，跪拜。万岁。臣我要告发一人。一个人告发后人，大理是真钱花哟。好，告得好，我今在是相信上告他后罪。臣希望山东丽人县复生司马燕京一案，想不到遇见了大理是真钱花哟。臣告发他蒙君王设立之职，希望山东朝奸臣难免。好啊，一儿已经当我讲得清清爽爽，胡用这个设配去改。那我已经拿那个位置跑脱在，今在事业进展呢。元谦，寡人明白了，跪拜。立之与人中跪拜赛礼，他待瓦尔用，我用一眼不好。100万两银子不了几要子，你送产业，与人中啊，与人中拿来告我啊！今朝我要弄杀你！皇帝接到旁边打出来，陈华荣见万岁，万岁！二号大队，元谦之意空神听得，须见举着怎样一节？赛神公根子，送上一将。万岁！臣
冤枉！真是冤枉！臣并没有穆君王擅离职责。臣前往山东之前，在我继父严相跟前说明了，请继父严相进殿告假。臣到山东，司马英俊一案并非为臣所办，根本没有草菅人命之说。于城中血口喷人，诬陷本官。哎呦，大分帮上你来句非来事啊！讲啥么子？你不是受理之职，但你送清宫告开啊！今天拉下分尸去玩，哼！你送啊，该桩事体你也嘎加嘎，搿么今朝也问问清爽。你送了旁边眼睛闭啥，我也对的。我用当时过的，害我今天请假，而且我文清呀，忘记他的年纪都记性太坏了呀，有哪弄法呢？那么机会来着？哎，上文我不是当光吗？弄啥哩？你看皇帝搿种腔调，恨不得吃脱你了海呀！那么趁虚落棚。对我用忙我用啊，对那不是啊？你从旁边打起来啊！万岁！我用一派胡言，当天弃军，人罪礼堂，暂时啊！好，先生，这张案子内分家长，没哈？设地将军有将我用推出门，立刻斩去。是。啪啪，实地将抽过来，我用锅大把毛下头推出屋门，嚓一刀再碎。何用是太后去个有啊？对，不过来对你送看看，你送啊！我周之举，我不会放过你啊！100万弄他自家砸口囊里，何用杀的？好了。你送带啥问我看看，啥问我带你送妈妈，哈哈，200万啥高？不晓得你送啊？今朝你万万想不到，为的啥？让我这里爆出一领热例子，一个朋友平常胆小如此，是一只头下来上坡开苦老头的，人不张玉成。倒是今朝跳出来来告你送的，一上来抢着。张玉成胆小，一个人了胆小，还有个害度个，帅气还有个害度个。哎，你别看哦，这个人脾气蛮好的，吃里不要紧噶。你今朝吃里，明朝吃里，像台湾人压下去，压到一定的辰光，个反弹来了，还没结棍噶。今朝呢？今朝个刑部张玉成旁边看，实在看不下去。你送啊，你压上人哦！何用是那几年子啊？你今朝这个样子弄啥哩啊？根本今朝不客气。旁边打出来，臣张玉成见驾吾皇万岁，万岁！张群禀神，喜万岁！撤备于后起罪。微臣要告发一声啊！哎呦，皇帝吩咐着，张玉成出名的代写吧，与今朝来告发一个人，听听看啊，告发不知啥人问？哈，张群，必须要告发后人。微臣告发当朝水相，古老你送。哈！心里咯噔一来，哪个你送？我有啥个漏蛋？啊，张群，你告他何罪？告发你说，上欺君，下压臣，莫负王法，草菅人命。这个嘛，何如比吴用为一结棍？可敌贼命张张细贼啊！啥个老太？我敢不为，自家的代写吧与今朝告得，却与其事。这么难，不能让你受气啊！
少帝，我今在该次文武百官的面，我陪先生，皇帝我礼上富光啊！啊，老李，啊，张谦，向你讲一说，可是以下为上，欲罪敌呀！旁边上质问听了，也说的，皇帝啊，你帮你送吧，对张玉成口不要跑，破杀！我不来挨他唱那个药啊！你送个旁玉，谁是我敌人？你送个敌人，谁是我个旁玉？啥？我不来唱那个药，我有当皇边的，皇帝领不起，请你吃啥我？张玉成也看见。上质问小西西实对自家装我的胆，搿不今朝爽，气罪发所怎样？非人告发你送御兵御阵的，我御兵御阵拉不脱哩，御后兵阵，啪，兵阵拿出来，搞不得他改。这本他改最好，铺本他改，啪，龙狮二郎一铺，家人当作精神一口，一张你送的皮子，啊，张谦，一张皮儿红作为兵，啊，凡所谓有手不追，怎样？这张皮子啥人货来的？啥人货啊？何用拿来的？好，为此司马引进一案。我用脑子你送张片子，把当我讲不理。俺看见，我只要你过来个片子，你马上回文到走，回文到走唔啥，唐氏呢当个恩子呢屋里向几口人准备好几口棺材，3日天里向马上空棺材变满棺材，来到说看，你送眼睛里向也有皇帝。也有你动力，也有王法，也是草菅人命。这个嘛，听得皇帝个后扎啦啦个跳起来。先生，我当你分家家，原来个张儿子你家家个。财主今日是你配不受来，哼！怎么今朝不会放你个门？大胆，你！你送这个一下，吓得来面孔上青。哎呀，我在，哎呀，你哪弄法？哈，何用啊？要死个嘞！你差个死人来我啊！这张片子要随出来个落了外头证据啊！你哪弄法？皇帝那叫一话发出来。心里想三如讲急，三如讲慌，到底郭老你送绝顶聪明。皇帝叫到你送搿只家乐浪打出来，脑筋已经拉动着。浓墨真，石后之民，我要担心。张玉成见地来个法，那多为迷为语上自分，他们是有家对对
我你送早早风雨民，他们爱中高兴，谁要我民归烟？你断不得我死啊！我死呀！哇！分我归了，我哪死？我要有家带头，一个一个全部死光。叫啥？我个原则：生我在生，灭我在防。小小人部张玉成，别得带头啊！上资本上来看看，你各个里个庙头，三个有人唱腰在，你来把我在他死一头上动头。哼，好，好，也要试试看。哎，我你送，不是肉送。今朝在那繁琐跟前，梦闻能够归，定要你张玉成，谁是非头我方成能心。对，皇帝们是我问得过多多丁丁。张玉成啊，张玉成，今朝我不欣赏呢，我不叫你说。旁边打出来，第二步路，一见他开口，万岁，老臣冤枉！皇帝对先生妈妈，真正一见对先生，周公哈。打出来的同时，那见冤枉眼里拉出。哈，今朝该子吩咐把官的面，我半夜闷闷来个。那位卿，老臣在。真是冤枉，才生公肯心，宋氏儿讲。老臣岂知万岁呀？怎样？母少吩咐神神在追，华勇乃是老臣的干儿，与老臣上来上往，一进来往，害我上鸡鸭个。那我用的人呢，的的确确人品是不好。我一眼不帮你，黑三话是刚刚我就当场点出的。为啥这个朋友一群黑三话事？哎，上来让我刚刚嘛来望望先生，不是洋枪的，把得来嘛，我书房里也随便进出个看看哦。先生，喏，这副事喏写得蛮好啊，阿能送给我带走去，我去领我啊，我当里要上进呀，我总关同意个，我爱个好拿去。关个好拿去，样样侪不理。还有人来告诉我，说我用了外头做实话生意。哎，拿我写个事啊，拿出去不是为出去领我，去卖脱个。哎，你想想看，搿种人，那么你侬身上出这样桩事体，我是晓不晓得？你也不敢让我们人讲起，让我们人讲起，我要白面孔，我要骂三门。那么呢，你偷偷摸摸跑到我书房间，我们年纪都在记性太坏，我个片子啦，每张书房里向有好几张，上坡寻不上，要紧要买怕用上，那么哪弄法呢？摆个几张，我东摆西摆。你两眼里侪看好了，哎，趁我不注意，我书房嘛都
把到我书房里推荐个张片子。那么好的，把到外头这要上片啊，那你送个片子呢？你送叫我来哪哈个？其实嘛，这个事体我想不想这个呀？好，范三啊，他是张玉成真正要办好搿桩事体，你好来证实个，来问我一声，是我叫我用来个，搿桩事体真的还是假个？门马不问青纱，金炉地上不问青红烧白，好，那我一看，啥个道理？挂上难挂了。挂来挂去，挂我年送人老什么够？哎，莫老日百年期，人老日百年期，今朝张玉成来吃我呀！万岁呀，万岁！要为老臣做主啊！得先生妈妈真正佩服，一非主事的阿爷光边，一个是统统踩到吴用西派身上，而且非过一劫，一个张玉成。现在的家人不比从前在，到山东人娘的辰光，娘已经叮嘱过你，脑子里想进种上根子，你从外头孤身发寒。你要帮你家个围追不进，张王伟啊，等我讲我离间之后的一切。哎呀，你送啊你送，我过去太相信你了。唉。
生后儿字字尖尖冷黑里得长就吃妈妈你用不着破你送沙特娘为人我现在已经心中预设事到须尽我是心明白张权之意是真能令那你送我是如良神人我绝不为王沙否够的张若成时儿那你送是我恩师悲私生中私生心根基他须如白你没人能倘是我当然是出挪为忠心人我离上否挂以内走神倘是今在该子吩咐把古我都西上背我皇帝礼上富光啊不你讲讲起来皇帝啊你送夫是今在这个说你这个来在谁这个子你来在哪分法一来在哪分背娘里还是个的人我皇帝这面孔包得罗大气哦唉至于是个吧大不如一心并来头沟上你送他给日里精神大拉为下都与生对眼睛问题还只有哪桩事体是平息下来但辰光我在寻个家看娘内你送高楼为乡体体面面离开朝廷那么我皇帝的面孔我个面子我很够想的否则我话难为人我话难做人啊你爱卿老臣在张爱卿今日之事照寡人看来乃是一场偶为呀我看两位卿受了吧乖拜张若成一声狼儿啊小狗隆恩跪拜三礼你送呢你送
上莫服神。心里想清啥？4个字：大势已去。第二次平上，我这个一番话讲下来，张玉成口浪头马上气脱了，以下为上啊！但是现在皇帝讲一声奴为了，是这样，不要多讲了。既然聪明啊，搿现在多讲弄得不吃，我也特意算了，立起来，灰溜溜，跪拜三流。上次问旁边侪看好了哦，好，你说啊，你不是好么子啊？一番话花言巧语，今朝为何皇帝分上来当？下趟难讲啊！皇帝出行上当时，张玉成苦浪头不罢个，张玉成赶上你送枪，好，我要报你个。旁边打出来，臣弃罪放水。王兄何罪？今日里，张玉成与太师你送两神俱克。王后所入罪与瓜葛，要反水明断。你上次我的意思，皇帝阿懂。谢德官，倘是将来你送叶上你个枪，结果反帮你送，哎呀，王兄你定心啊！你送了，我已经有安排了。哈，王兄放心必了，此事寡人心中明白。跪拜，领旨跪拜。皇帝要想跪着太上，太不了。啥天牛山拜四位上去，牛山拜四位上西着，周应龙把车上金殿，皇帝要人工人上把车刚慢慢接。啥天分得边关水拜四位上，对待牛山拜四位上的没功了，啥个没功了？到边关水是有功了，接下来再上，先上对待牛山。那么征用来了，你送有家，征用上金殿，周应龙全部在商量好路上策划好的呀。上金殿，或者你送的样子，怕那皇帝磨皮，皇帝呕心，金殿受有人，增加欲望，点点多多全部讲出来，你送遗害，皇帝面孔。你送爷啊，慢慢插在甚至我个，我也有责任啊！你推了你送身上啊，根本没好，不做我面子。先生，本来没想让那个老外想，那是现在不来三日。你送你4万，上问我一门亲，夯不啷当，各区官带，当日天了，增加恢复名誉。弟兄两个封官，封啥？征用平南王，征归平南侯。那么上年来审问的第几人呢？奉旨改审，征用知审刑部张玉成，陪审海在周应龙。那么两几人死得来格格里里。那什么一年搿啲几人侪死个，不死不来个。定好是啥人？一张眼20万，20万啊！因为你夫人或者20万，20万起杀个6个钱数，你夫人算数个。第二个呢，一满清啊，还是钱数。上公堂门里搿样照搿样，门里关样照关样，点点多多全部照出来嘛，坦白从宽啊，属于从宽对象，用尽天了。洗了天了里个吐了从吐出来的，一满清的老家是要算数，还是钱数。那么第三个呢？第三个你送上公堂，你送上公堂门里啊，照我牛一照，不过有一个条件，
啥个条件呢？3根夹棍上来，3根夹棍上来，讲清爽个，一把不敢，3把吃不消，2把，2把一算，我马上睡着，没人敢上瘾，打下去，我10分我只要跟一样的，不晓得10分我负责呀。10分我自家发明的私烟线龙大人上到你身上，明半条气他为时不早。所以问你啊，不睬难呀，俺这过上天，还有个问啊，咦，像啥人？像4人帮里个张春桥一身样的，弄得你半死半活，为时不早嘛。关到街那里，崔一龙想出办法，叫曾勇带邵武争取夫妻双头干。一上岳武大人邵文我心动，哎呀，我接，侬家不理人，我不早恨伤我，将来气出了侬身上，为之侬将来走吧。那么出来走了，走出来，邵文我才名千刀反挂。曾勇皇帝们前去讨个信，一刀再算邵夫人算数。那么严嵩呢，用今天了没杀人的，崔一龙去保举一本。反正啊，严嵩功了没苦了，总归于个让你为主家乡寿终正寝吧。皇帝嘛，趁势落pom办好，发配回江西，还是回到屋里发到啥地方？到北地有现在讲起来养老院。院长啥人呢？杨继成的阿哥有家出了有家都不够到处有家。不让不去弄里了，算了。严嵩不想吃，不想困，中秋节到了，几个姥姥做点零散生活，有点零散动的，拼拼凑凑买只鸡，夜里吃鸡上个两，严嵩没动的嘛叫你杀鸡，吃个辰光分一分不离。严嵩蛮无心，到鸡烧好不来噻，香啊，烤出汤吃吃，哦哟鲜油，熬只大腿，不杀人。听他踢他，全部吃光哈子。两个姥姥寻上我，叫我赔鸡赔不出来。菜园里又是铺上的多了有的。严嵩呢，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杀心端一手，出团你家来了。搿一杀，我要么非要顺利上岗，本地有没有好人，我要全部杀光。两个姥姥是吃进得来，哟。严嵩啊，推知你个机会杀你人啊！铺上头不那个龙沙里，嘿一推，哗啷当响头倒下来嘛！严嵩想靠了身上要死个，倒马门前倒，头不过去那口，就靠了身上。只看背后，不看门前，门前一只青石大毛糠，严嵩往这毛糠里，好了，阿头！严嵩的世界一去反逆，本事结束。下只为了听众。海口张阿姨一共20位上片台词，牛记人和但今朝全部播放结束。感谢您一段辰光来个收看。那么您有啥个建议啊或者意见，观一观啊，您可以来信等你接来。那么从明朝开始啊，你就播出于陈伟伯开讲的评话《三国之临江会》，一共都是20位，欢迎来带辰光收看。嗨，各位阿姨，再会。